又閣發生這家庭暴力的案件，轉來看咱台灣嘉義縣的有一個48歲的查甫人，就是因為主家互伊68歲老母甲罵，結果情緒失控，轉舉菜刀甲老母撲，造成這老母呢頷頸甲手攏有着傷。地方法院認為這個嫌犯已經有幾啊個家暴的記錄，而且太這直系的親屬是同罪，目前已經裁定羈押。救護人員趕到現場，將受傷的查某人趕緊送到病院。嘉義縣的大林10號發生後生摕菜刀攻擊老母的事件，迄當時厝邊聽到大聲喊救人的聲音，兩名敲電話報警。聽着真的很恐怖啊！兒子聽起來是站起來啊，然後他媽媽就急得就把心喊救命啊！救命！警方獲報後立即趕抵現場，依家暴現行犯逮捕林姓犯嫌，並通報消防隊將傷者送醫。全案依家庭暴力防治法、傷害直系尊親屬、殺人未遂等罪，移送嘉義地檢署偵辦。現場共一名女性傷者67歲，頸部6公分刀割傷，意識清楚，給予相關處置，送往慈濟醫院救治。警方調查，母仔囝因為主家咧冤家，48歲嫌犯不滿老母講伊無頭路，佮浪費電錢，情緒失控，才摕菜刀攻擊家己的老母，加在老母送病院，暫時無生命危險。厝邊就講嫌犯別若啉燒酒，就會甲老母來起衝突。雖然唔捌對厝邊安怎，但是也是感覺壓力真大。一喝酒可能情緒不好，會針對他媽媽。跟他媽媽時常吵架。對，跟他媽媽就然後厝內代志啊，但是鄰居住隔壁，伊就去傷害別人。這種到老歲啊，直接哪像講，攏算住佇遮心情較好個迄落。因為這安尼你就變做講有一種壓力。當時半暝嘛困袂去，當時要掠狂嘛唔知。被告之前有多次對被害人為家庭暴力行為，足認被告有反覆實施家暴犯罪之虞。本院考量被告酒後持刀攻擊母親行為，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及被害人生命安全等情節，認為有羈押的必要。嘉義地方法院表示，嫌犯有承認攻擊母親的事實，無承認有殺人的動機，但是對摕菜刀的過程甲母親的講法無同。目前專案會交由檢警進一步來調查詳細過程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